台湾图书出版事业成立引了一难做，书店也引了一难经营。再有一间艺术书店分店是一间开过一间。一般嘅旧书店唔单止书过旧嘅，店嘅也本人感觉讲啱啱 QQ 嘅，加嘅行天内行，乃如标论贵太头路嘅书。虽然本人有情报嘅乐趣，唔过难免有失败弄搞搞嘅。戴立正开嘅艺术书店，如何改变唔对艺术书店嘅印象？伊开艺术书店已经20多年咧，6间店嘅如果清腔冷流，装潢也过现代，系唔看详细，过难发现系艺术书店么？戴立正对书嘅处理也过坚持，和罗心报道嘅要提升旧书嘅价值，本人嘅新生命。罗粉丝冯阳山带我哋去看下先。安泰嘅所在，光鲜一面，民众托定书，暂时离开都市嘅快节奏，还有闹热同都市对话。特别嘅係又闊又明亮嘅空間，表界攏係舊書。其實我這個本身然後我清好乾淨整齊，跟我個人的習慣有一點關係，就是我看唔得書。Q 啊，對啊，那攏係安尼堆得到處亂七八糟，我看唔慣。戴立正經營 Q 書店也已經係第6間咧，每間攏裝潢到當態版，改變 Q 書店仲係本人空間暗暗，書又 Q 又歐洲嘅印象。入去一間店，迄歐洲做啊，亂七八糟啊，唔敢買關係唔愛嘛。你希望入去消費的時候，不能講啊，一間店安發咯，安舒服哦，啊可以啲啊坐好久、看好久的書安尼。我說，就是我很願意把這些東西跟大家一起分享。Q 書店也是得到亞視，係戴立正幾年來愛傳達本消費者嘅想法。本來兩公姐到台北廣華商場就會開 Q 書店，8年前200個機會。今幾天康泰經營開分店。我先生老母講，公館有一間地下室的店面，我可以去租嘛。我講做乜租呢？伊講按地下室按到書啊，我拿去賣嘛。佢他都想講，加穿一些錢，因為後生嘛，所以人就很說講啊，做有法度加穿一些錢嘛。戴立正也試着講，自家頭擺只係一介套開台小錢嘅調價樣。只想生意更加好，不過開分店了後，想法漸漸改變，因為自家含8點1分消費指引。每年出版社出的書差不多有4萬種，4萬種哦，按去乘以1年，差不多有一斗本書出來，所以你會看到講啊，新書出來冇一舊都唔見嘅，冇一舊都唔見嘅。那這個時候你會想說，哦，這些知識是不是就是這樣不見？也學問啊，也都知識啊，我哋可以去釀歸來。我們講回收是用釀歸來，用我哋釀歸來嘛。然後釀歸來以後，還本國多年去看也得嘅知識啊，或者是也學問啊。做二手書嘛係一種環保嘅事業，就是說，它不止因之講，你看我哋紙很用來。是用砍掉一棵樹嘛，然後去做紙的嘛哈。無論係書地包嘅知識，還係紙，攏必須做千萬次嘅利用。所以套書店地包還要安尼個設計。像安尼書吼，喺市場上賣唔出去嘅。啊，我說有嘅人感到有需要，伊會拿過去，啊拿過去嘅下，我哋都希望講啊，幫助一些比較弱勢的團體。我說我哋要設一個愛心捐款箱裡面。啊！我拿1點元落，我落1點元也好，我落5個元也好，我落100元、1000元，我攏挺歡迎你。啊，只是說你不要浪費了，因為這些都是知識。要了解愛心專區，店行嘅書解一解管道流通。一般來講，一本書來到戴立正嘅店行，請求唔會超過9個月嘅時間。當叫買唔是天都成6家，好啊落差唔多落300家以後呢，變特價。特價有模樣，愛給他呢，路邊愛心櫃，凊彩人拿，自由拿。
啊，更较无用嘅下，连爱心柜拢无人爱嘅下呢，都变成资源回收，安尼都全部拿去资源回收的安尼。经营扣除点，较麻烦嘅就係上架成嘅處理。首先要做分類同粗朴嘅品管。都有坏迄个，啊要坏迄个，迄像安尼迄做阿爸阿妹人，无可能会买安尼坏迄个书本身人看。啊，像安尼书安尼，如果空啊给爱心柜本人拿，因为安尼书哈，其实它还可以阅读，只是它的品相不好。安尼去伊咧不卡，哦，啊一本一本托几来，啊有的人都讲啊，俺无时间等，啊俺如果讲安尼麻烦，迄有时间，都全部带落来点方。啊，另外一种就讲啊，我也无想要带去5点钟，我也无时间等，计下一样嘢，我都麻烦用上一种种啊，我如果抢货运系统来勒几来啊。现在人很爱书诶，你看都用保护套。你还要买嘅行咁，我有灰尘咁咪嘛，唔可以嘛。古說我搭本書我攞切鼻槍啦。啊，像也做嘛，我要反過來，也要出，也要出，做嘛？因為啊，也係精裝本的書，安尼空燈，灰塵會從也入來。扣書又係창창 리리，係代理真嘅堅持，所以每一本書攏愛出界當徹底，底部同我部攏順得凊彩。像一本書出下來都好像反啦，看底部都有錢冇，有垃圾冇，全部有都還反到錢。我跟你講真的，你幹嘛笑？就是翻起來有新台幣或美金，越南幣，也都會底部都越多錢。整理扣書，還有少唔多嘅書中持有黃金屋，同時種類嘛個攏有。甚至也有10點卡。你看，也買，反方來都係安尼。我說搭本書吼，安尼出國以後還要檢查，底部都有買的東西。書外上架前嘅天門一關就會貼標籤，雖然只係一個簡單嘅動作，不過代理真堅持，順得破壞太多眼貌。一本書啊，以後會有一時介紹講，哦，一本書會寫乜內容。啊，有的人看書啊，成看一本書，如果成看也大綱也內容啦。啊，古說我哋啲貼嘅標籤嘅下，啊，親唔好，親無愛講，我貼安尼，屍體帶燈嘅看唔到，然後貼安尼空白處有冇？按貼紅來，按看紅來又正又好。乜個事情攏企圖消費者嘅立場以上，係代理真經營扣書點嘅堅持。禮拜到台中開分店，店面較闊，佢就到底部設計一個開放式嘅咖啡廳，同台中嘅下酒茶文化融入書店底部。傳統底部度啊，看書啊，打發一個下午的時間，啊，人家感覺過好啦，因為我哋平常人過無閒嘛，底部講我看書嘅機會也無親多，啊，我係有時間出來逛書店，如買一本書，點一杯咖啡。啊，從啊給認真看書，充實一下我們自己的知識，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。人性化嘅考量以人客為主，代理真就會用安尼嘅理念，喺扣書市場越來越競爭嘅環境之下，限時得就6間店面，另外強調知識普及，同時兼做愛心，日本一位調解人喺商業嘅外表之下，加一份社會關懷嘅內涵。